不义为止是啥？你知影无？国家伫咧威权统治的时期，统治者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发生地，就是不义为止。新北市的新店也有保存甲真完整的不义为止合作安康接待室。伫迄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就伫迄个所在，审过的美丽岛事件的政治受难者，包括现任的监察院长陈菊、总统府的资政姚嘉文、美丽岛杂志的总主编陈忠信，等等等等，拢捌互警备总部所属的调查局的人员带去迄个所在审问。40外冬后，不义为止安怎转型，为人权留下见证。华视采访团队要带乡亲走入历史，重回现场，咱做伙来反省思考。我们是眼睛被蒙着，双手反抗，被押送到安坑调查处。住在地牢里面，它窗帘都是拉的，电灯都是亮的。像我大概3、4天没有睡觉。安坑现在是它有特殊的意涵，调查局的特务侦讯场域的一个规划构想。飞天顶看落去，建筑物差不多咁要捡草包、树仔砍掉花。恐惊无人知影，这是白色恐怖时代新闻关政治犯的重要所在——安康接待室。唯一出入的道路边捡真暗的树仔杂掉花，都含铁门就生青苔变青色，看出来这的人少，稀微搁冷清。新边的安康接待室已经捡废掉要35栋。接待室论真讲是接待宾客公务招待所。1973年的警备总部伫咧新店区安置收押审问政治犯的笼仔，为着无爱互人知影，就甲伊号名叫做安康接待室。这一间就是侦讯的空间。房间刚好3平大，4块围仔的壁倒，全部拢搭隔音棉。那你看到这个屋顶、墙壁，然后还有地上的地毯，全部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就是吸音的环境。侦讯室里面门关起来以后，它的声音尽量不会外流跟外传。一进来你可以感到特别安静。历经半个世纪的安康招待室，我们实际来到一间侦讯室，可以看到天花板整个坍塌在地面，墙壁和地板也都出现非常严重的损坏，甚至也出现了漏水以及积水的情形，年久失修的损坏是非常严重。天棚海了了，电线看现现，看会出去当年有真侪故事藏伫遮。这边有个洞。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线材藏匿的地方。早期其实是一个放置秘密的录音设备的地方。每一间的这个侦讯室都有一个同样的配备，包括下面的牢房都是在这个整个监控里面。那你可以在天花板上看到那个更完整的录音设备。这个有房间都有号码，所有的房间里面都是隔音。有一次就只留下一个那个调查员用笔在卫生纸上写个说有录音，窗帘后面有录音，暗示我要自己要小心。那袂使突然暗号该监听，这拢是警总要摕到正规手段。在这个像是地下室的空间，在当时就是被当作羁押政治犯的休息区。最特别的是，在每一个羁押房外头都有一个这个半球体亚克力的窥视孔洞，让调查局人员透过这个孔洞就能够监看在里头政治犯的一举一动。外面用一个黑布这样盖住。但是你一拉进，我们里面永远看不出
都看不到外面。你在外面在看，从那个凹形可以完全看清楚，你里面在做什么，做监控用的。张俊宏他以前被关在这边的时候，看守者就是整天就是透过这个门，把脸放在这边看他的动态。从里面看起来，这个圆球形的这个亚克力罩就把人的那个影像就变得更扭曲模糊，所以他觉得很恐怖。谢谢哦，谢谢。谢谢曹律师。 2022年2月27号，监察院长陈菊经美丽岛杂志主编陈忠信和国际顾问姚嘉文，想到迄当年去蒙信北口径的安康接待秀。我就在这个地方碰到，他从那边出来，我从这边，他弄了一下，我也弄了一下，然后他就赶快把你推开。后来碰到，就他们马上就把中信该走拉走了，但是我有看到他，中信没有看到我啦。看到个挂伫头门顶的卡顶，随梦破糊糊，煞随想到当年迄段互人印象真深的过去。 68年12月10号，美丽岛杂志社聚集暴徒约200多人，手持火把，强制做非法游行。我们是在1979年的12月13日清晨5点多被逮捕，跟我一起被逮捕的大概就是。 李秀莲，还有施明德。我41年前美丽岛事件到那个地方，我是大概下午傍晚4、5点、5、6点，因为是冬天，所以很快天暗。那我们要出，眼睛被蒙住，双手被环铐，所以我们到达安坑调查处，押着你下车，然后大概。 天是黑的，里面是非常的明亮，都是灯光明亮，全部是窗帘拉住。任何一个人送到那里，你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经过40多年，当时做美丽岛杂志社编辑委员的陈菊，那方带去安康调查处，嘛去找去安康接待室内底审问，迄段记忆，亲像还搁伫咧目睭前。洗澡的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要上厕所，当时的调查员陪着你，你不可能有机会自己一个人要去刷牙、洗脸，都是有2个人。 带着你，永远都看不到外面，因为所有的窗帘，你就是在一个非常明亮的空间。睡觉也是一样，那个灯光一样是明亮。我们这个案子很多人住在那边，在那边征信的10来个，连续几10个小时，完全是一个孤立的状况下。那一次不晓得为什么。 黄新介出来跟我大概没有联系好，就碰上，他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然后他就赶快把你们2个推开。在那边30几天，唯一见过的一个人就是黄新介。看袂到调查人员的面，完全封孤立，随时咧甲你监听。24点钟规工监视，各方用酷刑逼口径的经验。 不让你睡觉，因为那个叫疲劳审讯，在那个地方，他要你吃你就吃，他要你去睡你就去睡，他要你写你就写，三餐也不一定照这个8点了、12点了、6点就这样去吃，他送来你就吃。侦讯室那个就很简单，他一个桌子几把椅子，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逼你写自白书。 交代你犯了什么错，用各种方法来逼迫你写。根据资料记录，当时洪抓去安康接待室的政治受难者，高雄一个做生理的杨金海讲，捌一天洪拍4摆，小林煞拍57天，拍到吐血。国际顾问姚嘉文嘛讲，当时伊伫咧安康接待室点50天，一直坐伫咧轮椅不食冷。
上尾一礼拜才困伫咧眠床。马拉松式的新闻手段毁掉人的意志，电火规工拢是拍开的，目的就是要互你唔知影即马几点，规人乱去。安康接待生活精妙，会利用空间美向，互政治受难者心惊胆吓。安康接待室也特别利用这里斜坡的地形，在旁边打造羁押政治受难者的休息区。也因此，当政治受难者来到这里，进入到羁押房的时候，会仿佛进到地牢的一种错觉，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恐惧。押法把你押出来到侦讯室，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空间，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一直以为我是住在地下，那就很像是一个苦路，很痛苦的路，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去，你又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那里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个楼梯不是很窄，就看起来就是你好像苦路哦，你要上下那个楼梯哦，都是当时那种哦，你的无力哦，你是被控制。41年以后去看，才说它不是地下室，才发现它是一个山坡地。我们认为说我们被关在地牢里面，后来我们这个才发现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山岗，连接就是一个往下走的楼梯。不了解那种设计的人，会感觉好像进入地道里面。这个就是所谓地牢里面的牢房，就是你晚上睡觉的地方。安坑接待室它是一个属于在一个山坡地，所以他们早期的这些政治受难者会认为说他们是压在那个地下的部分，所以他们逃脱的这种困难度还有这种被拘禁感是很深的。被带去到安康接待室，心理、身体拢真艰苦，面对真大毁掉战。然后这窗户上面还有铁栏杆，铁栏杆里面还有铁丝网，都是怕你就从里面会钻出来。上内底笼啊、窗仔门全部拢有铁窗，楼口阁围一堵壁，里面阁加倒铁网啊。两个收押站360度零死角，除了上外沿的铁篱笆顶拿，边阁围一条溪仔，地点真压贴。毛真侪改变，就亲像是东墙铁壁，想要走出去，恐惊比爬天更加难。谢谢大家的关心，好，谢谢。度过台湾上黑暗的日子，但叫风判叛乱罪，伫咧铁窗度过上痛苦的6年2个月。悲惨的侦讯的过程，有很多政治犯都在那里度过。包括我的前辈，包括我的政治犯美丽岛事件的难友，他们很多人都在那里。一晃已经42年了，好，已经42年了，它就是一个历史非常重要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是痛苦的，我们是应该要保留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自由民主这一条路是必须多少人的努力，多少世代的牺牲受苦，才有今天台湾的民主。规款时代安康接待室是调查局咧管的，警备总部的精神感觉运作13年，占地超1400多平，有4个主要建筑体。伫咧1970年、1980年代，某148个政治受难者伫咧遮接受过精神，嘛是台湾济精神感觉内底上有国际知名度的一组。
安坑接待室它是1974年到1987年在运作的哈，它是1973年的时候等于说在新建，那1987年之后就解严了。法务部调查局就是比较属于低密度的使用或者是比较闲置的状态，大概有长达35年，到今年的话大概35年，是法务部调查局第一个主动采买土地，然后自行新建的一个场域。所以安坑接待室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意涵哈，它是一个符合调查人员调查局的特务的部分的一个侦讯的场域的一个规划的构想。名声捌透贵的国际，恶甲无人望的乌色接待室，即摆已经褪去黑暗，从出转会审定做不义为止。未来规划正做实现转型正义，推广人权教育基地，互一段无好的过去，从保袂记的历史遗者，定互大家了解。台湾为维权走向民主过程的脚迹，透过安坑接待室再生，搁一摆红见证。